欢迎收看12月26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境外病例破今年上济纪录，增加23例，这当中有11位是咱空手道代表团的成员。今日早起合欢山路边悠悠啊，民众小生就山看戏，因为人伤济，布岭已经交通管制，吹风到大布岭下晡5点开始封路。菲律宾因为风台有300多人死亡，几600万人无厝通转。台湾捐钱甲物资来救灾，菲律宾的空军刊文章甲咱细读写。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疫情。今日早起增加，今仔日拢总是增加23例带病入境，是今年上届这疾病。而且这当中，佫包含11位是咱派去哈萨克参加比赛空手道代表团的人员。因为国外奥密克戎的疫情更咧严重，所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春节入境的检疫方案7+7已经是紧绷啊，未搁再放零。国内自动增加24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确诊者当中一例本土病例，也有23例境外移入，分别来自哈萨克、美国、喀麦隆甲南非。确诊者当中无增加死亡。爱注的是11例为哈萨克入境的确诊者，是最近出国比赛空手道运动代表团，总共22人，是伫12月24当台湾第一摆采检都发现11人确诊。我们后续会针对他们的这个病毒再进行第一基因定序。那它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防疫计程车的司机还有这个航班的接触者，目前也正在匡列当中。国群中心甲体育署也表示，代表团出国比赛进前，伫11月11核酸检测全队拢阴性；11月13到杜拜参加世锦赛，再去到哈萨克伊训；12月15参加亚锦赛，期间的核酸检测全队拢是阴性。不过12月24代表团回国，经过采检了后，11人确诊。根据体育署了解，这摆参加比赛日本、香港、泰国等国家代表队也传出选手确诊。面对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而且病毒都奥密克戎疫情打乱航班，未少回台旅客行程受影响。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春节方案维持7+7，是找出确诊者上有效的方式。若改做6+8，恐惊是袂使。过去的数字看到这第6天、第7天来检验的时候，事实上可以把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找得到。那有一些就会遗漏掉的，大部分CT值都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认为相对的安全。那至于如果要变成6+8呢，可能就是检验上面的一个效率，还是要到最后那个时间点来检验才不会把病人漏掉。但是种强调会徛伫便民防疫方向替大家考虑，不过若无法度便民，就以防疫做优先。虽然即马讲重症率较低，不过伫国外也看到奥密克戎流行地区有医疗紧张的情形，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警讯。记者综合报道。上海浦东机场宣布讲，所有的航班到上海了后，拢要加强消毒。中营甲立营航空就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到明年2月初3，暂停松山甲小港机场飞过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你如果说到这边的话，你就必须要集中来这边上飞机嘛。如果延续到过年后，大家台上都要回去，可能就会危险。如果是在南部地区的，应该是影响蛮大的，因为过年回来旅客蛮多的，特别是这个过年是一个这个返台游子的回来的一个高峰期。取消松山甲小港的航班了后，就只剩桃园机场有航班飞过上海浦东。中营表示，虽然对上海飞转来台湾的航班拢正常，不过加强消毒的新规定，有真侪飞机的行程会去牵着时间。甚至若是讲拖到半暝，松山甲小港机场已经宵禁了后，就要改降落伫咧桃园机场进行。有不少台商就烦恼讲，良好的防疫旅馆甲接送等等的问题，拢会去有受到影响。咱若是华航是表示，会看实际情形来调整。今年目前上界强的冷气团到地，这2天有真侪民众拼去山顶过暝，就等要看戏。今日早起要活9点的时阵，合欢山有落淡薄仔平悠悠啊。不过实在是因为伤侪人啊，本岭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为了民众的安全，翠峰到大武岭路段下晡5点开始封路。下雪了，飘雪了。
民众大声喊落雪啊！合欢山武岭加上西楼26早起8点50分落冰珠啊！虽然敢若维持较无5分，不过现场充满欢喜的叫声。受到冷气团落南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一直降低。爱看雪人为高雄、台南、屏东来，唔惊透早低温，拢是为了看雪。看到冰线，还有本来一开始都一团雾，然后后来现在看到有冰线，我们希望可以等到雪。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有，很开心。甚至还有南台科大的学生囡仔穿学生衫起来，单枚翕相，为大学生活做一个纪念。我看气象都今天可能会下。对，我们12点就出门了。对，4点多就上来。结果呢？今天有看到什么吗？有，现在有下雪。气象局表示，这个冷气团会持续影响到27礼拜1，只要温湿度条件有够，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礼拜2日下就会回温。那这一波的冷空气的这个维持呢，一直会维持到周2的清晨。那周2之后呢，白天开始，由于这个冷空气会逐渐减弱，所以这个温度也会逐渐回升。各地游客一直起来，规个武岭停车场拢客满，一寡民众拢无法度进退。当地警方早起已经展开交通管制。公路总局是讲，因为暗时台14架线合欢山山区路段可能落雪，也是路面结冰，影响行车安全。下晡5点开始，新丰翠峰到大武岭路段27早看警方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今日早起7点半，一只新加坡籍的货柜船，怀疑是因为放手头入台中港的时阵，无细力去弄到码头，加在无人伤亡。一只载满货柜的货船当准备靠岸，无想到直接弄到码头。Oh my god！ 翕相的人大声喊，规个意外发生在26早起7点33分，一只新加坡籍德雄日光货柜船载584个货柜，当准备停伫台中港10号码头，无想到意外去弄到8A码头尾，造成码头10公尺受损。好在无人伤亡，船嘛无漏油的情形。新加坡籍的德祥日光货柜轮原本要安排进靠本港的10号码头，在今天早上7点33分的时候。不慎碰撞8A 码头的尾段，造成码头面有10公尺左右的受损，还有一座喷电、一个系缆桩的损坏。根据气象局观测资料，早起7点36分，台中港近海平均风力5级，阵风8级。航港局是讲海上风力会达到9级，也有可能受到强风的影响造成意外，会甲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展开海事调查。这个船目前我们已经用拖船把它拖就靠到11号码头，后续海事责任等到航港局来调查当中。台中港务分公司是讲，德祥日光货柜船原定后一站去香港，已经请船主赶紧填好赔偿责任切结书、甲损害调查表，并提供损害赔偿担保，完成停驶进程，限制这只船出港。记者综合报道。代替新的城际列车 EMU3000，今日早起发头班车。这款新列车的座位是比普悠玛甲达鲁古的座位更较济，会先对东部的路线开始走，互花莲甲台东的民众回乡过年更较利便。代替新城际列车 EMU3000 12月2日首航，白色车身，铺设的椅仔每排4位，也有上部车厢天云座舱每排3椅仔。有旅客认为车顶的空间有搁较宽，也较袂摇来撼去。比较平稳，比较安静。比较平稳，比较安静。跟普悠玛跟泰鲁格比起来呢？不会那么晃。空间比普悠玛更宽敞、更舒适，更人性化。安全配备甲改善操控流程，也是这台列车的特色。它有一个按钮在我们的这个车头，这个按下去，第一个它是一个3合1，就是刹车、鸣底跟降弓。就过去这个是分3个动作哈，像一个按钮就可以让这个马上刹车，这是提升了整个列车的一个安全。虽然新车强化安全设施，不过进前东部干线3年来连续发生普悠玛甲太鲁阁府重大意外事故。参加首航技术行政长苏贞昌特别指示，代替爱达到行车运转零事故的目标。我更期待的是，陆局长能够加快对我们整个在行车的安全和各个方面都能够更大的投入。
EMU 3千位列50个车厢，538位比普悠玛370个位甲泰勒国376个位较济。初期每天南北对开3个班次，总共6个班次。春节进程会增加到5列列车，东部运量会增加13%。2024年50列全部交车了后，花东线运量预估会增加到40%，希望改善东部民众回乡买无票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各项物件价格是拢起甲照涨，台南真侪出名的点心店嘛拢宣布要起价。亲像是真侪游客爱去的国华街啊，卖土土鱼鸡甲蚵仔煎的店头拢宣布要起10块。根据台南市府的调查，对正月初一开始，侪点心平均会起5块到20块。台南有名国华街美食商圈，中昼食饭的时间，店家是不用试试，不管是外地游客也是在地民众，碗粿配鱼鸡，人家的美食好食个半足。啊，不过店家打出告示，有个伫12月31要起价。尤其是那个虾子啊、肉啊，什么拢起啦，米也起啦。安尼哦。尤其抓客啊，起上红。共一条街啊，卖土土鱼鸡的店家也挡袂掉，原不了价调不了起价，无法度维持50块的介绍，为明年1月初一开始起10块。7、8年了，本来是不想涨啦，不然说原物料现在涨得太厉害了啦，不涨我们吸收不了。边蚵仔煎也是提早几工，伫12月23开始，每一份起10块，俗价小食拢咧起价。台南市府跨局处联合稽查部计，其中17间有名小食将近一半，13间平均起5到10块，14间维持原来价销。餐厅部分也超过7成已经起价，或者是明年元旦要起价。价格没有那么亲民，没有符合台南感觉用少少钱就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小吃的比例。到一个限度往上之后，就可能不太会常来吃菜。业者普遍反映是原不了介绍起价，进口食材因为运费起价，加消费需求升悬，致使进货商调整价销，也佫因应明年工资调整。啊，不过虽然起是在所难免，大部分民众仍体谅业者的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本身就高炭，即阵佫拄着耶诞节的假期，欧洲的疫情是完全失去控制。法国甲英国伫咧12月24拢破10万人确诊，未少国家亲像是德国甲西班牙，拢甲防疫规定改互搁较严格。毋过有的民众犹原无愿意配合，甚至就价抗议。伫耶诞节工作人员当地引导民众入场。英国伦敦不少民众伫耶诞节选择来自疫苗，因为 Omicron 变种病毒入侵，疫情快速升温。英国新增加病例连续3天创下新高，过去24点钟就超过12万人确诊。It's family time, it's time that you want to spend with your loved ones, and it's often times like that that we get to think through the real priorities, and the real priorities are that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 want to protect your loved ones. 伫德国耶诞节前，几落百人伫科隆大教堂外排真长的人阵，都是为了要伫教堂内注疫苗。Im Dom zu Köln, das ist ja was ganz Besonderes als Kölschmädchen, oder? 德国也烦恼伫耶诞节后会发生下一波疫情。德国政府要伫新年前采取防疫新规定。西班牙平安暝同款实施严格防疫的新措施，也引起几落千人行上街头抗议。法国确诊数也创下新高，过去24点钟确诊数突破10万，连续3天达到高峰。卫生当局已经第24建议成年人完整注疫苗3个月后，各注一剂加强剂。政府当地准备已经注疫苗的人发放健康通行证，不过敢若限有注对加剂的人才有。记者综合报道。因为 Omicron 传较真凶，侪国家的防疫措施缩严，全世界这几天有超过6000个航班取消。不过也是有真侪游客犹原硬要去度假，也是讲要转去厝甲厝邻的人团圆，所以美国机场的人也是客家直通通。
元旦假期礼拜六，全球空运交通因为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大受影响。一寡航空公司因为机组员确诊，也是有接触数必须隔离，致使着人员无够，被迫伫今年上无营的时阵取消部分航班。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yWheel 统计，全球元旦连假已经有超过6000个航班被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甲中国的航班。美国敢若25这天都900多班取消，26预定也有上千航班取消。不过一寡民众决心无要互疫情连续第2年阻挡团圆甲度假计划。旧金山国际机场、华府雷根机场这个重要转运站，也是有南来北往的旅客。虽然等待时间较久，现场也真客，不过特殊大概上良好。It's a little stressful, but we made it. We're here. We had the first flight out this morning, so we thought we'd be okay. Worked out well. The kids wanted a place that has snow, so we picked Seattle. At this point, I think we are loving it. We like being able to travel after a long time as a family. Omicron 病毒即马是美国上主流的病毒株，差不多占新增加病例的3/4。东华地区达到90%，纽约市开始加入发送快筛试剂，检验站也出现排队的人阵。虽然目前医疗系统也会当运作，不过商业活动、运动比赛甲元旦旅行计划拢受到影响。拜登政府伫确认即马的辉瑞、莫德纳疫苗加强射会当有效抵抗 Omicron 引起的重症了后，已经宣布要伫年底取消顶个月对于北亚非洲南部上先发现新变种病毒的国家所实施的旅游限制。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菲律宾和风台吞达甲真正力，上无有300多人死亡，几100万人无厝通转。台湾顶几日捐50万的美金救灾，即阵阁送几1000公斤的物资过去。菲律宾的空军就刊文章甲咱说多谢。菲律宾空军元旦节伫面册大文欢迎载运防灾救援物资的台湾C 130无人机到宿务机场，各大风电视飞行员甲国际卫兵。之前台湾宣布捐50万美金，进载了后，空军阁派出2架次C 130运输机，载数千公斤物资为屏东出发跨海进度支援，协助菲国灾民引渡过难关。这次载运的物资与菲律宾灾民当前最需要的口粮、饼干、泡面、瓶装饮用水与罐头为主，期盼在菲律宾最困难的时刻，提供我国政府与人民最及时的关怀，让菲律宾灾区人民仍然能度过一个温暖的圣诞节。外交部表示，会随时评估继续提供各项援助的必要性。对台湾援助，菲律宾驻台代表也一直表示感谢。菲律宾伫12月10日受超级风台雷伊严重侵袭，根据上新的统计，造成378人死亡，742人受伤，有60人失踪，395万人受灾。基础建设甲农业损失超过4亿美金，尤其冲影性地49岛，更是受创真严重。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就是我们的岛被轰炸过一遍。因为所有的房屋树全是倒的，然后那时候刚刚好日出，就是那个黄色、红色的那个光照过来，那个真的是就是可能这一辈子这个场景就已经刻在脑子里面了。伫当地经营餐厅的主人是想起洪灾的时阵，也阁心惊惊。以前游别风景区1年8就破高高，机场厝拢被摧毁。这场洪灾救援行动也伫继续，不止台湾、中国、韩国、欧盟、美国，甲即马关注金额甲物资，差不多是新台币2亿。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讲，今年花莲发生的3站地动进程，好亲像拢有出现特殊的变化。好真侪人咧讨论讲，未来敢有法度靠这种变化来预告讲地动要发生啊咧？专家是表示，目前只是初步成果，爱搁等待时间来验证。外面熊熊又搁真厉害，今年4月18，花莲发生规模6.2地动，无到3个月7月17甲14，搁天摇地动。地动一直传出，中央大学研究团队将近30年来投入地势观测，分析地动数据，即马有重大突破。专家技术找到今年这3件地动发生进程的不正常信号。东部的地势呢，它会有比西部有一些异常的讯号出来哈。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一步一步的把一些讯号把它分离出来，希望能够在地震前兆哈，让台湾能够拔得头筹。
提出分析资料对比国内东西部3分量地区观测站发现地动前15到20天东部观测站数据有大幅度的波动，才明显差别。这无正常信号是毋是就代表地动的征兆？专家保守回应，认为目前是初步成果，要个时间验证，也将海流太阳风这因素拢排除。从一个分析研究的技术，它从资料收集、分析、研究，一直到它真正能成为一项应用。尤其是防灾应用方面，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路要走。气象局这几年陆续协助团队换新机器，和政策灵敏度变更较悬。虽然地质差异明直接证明是地动造成，不过这摆研究成果也鼓励研究团队离有地地动更进一步。气象局乐观其成，不过也提醒，这摆只是研究开始，未来有更较多未知数。记者综合报道。1968年，美军伫咧云林县水南乡做7档的人工牛奶应用研究计划，嘛去一间当地人合作北京的应用工作站。纪录片导演李建成，就用5年的时间找出当事人家己资料，拍做纪录片，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伫咧水南有这段过去。应用工作站以前的工作人员，高当来当初工课的所在。虽然即马遮已经成做高效的图书馆，不过大家也是有真侪往事通讲。云林县水南乡20号暗时伫水产人国小来放送这出有关这个工作站的纪录片。为着拍这纪录片，导演咱甲阮结连起来，阮的友情吼，是讲回忆拢搁倒转来，大家足欢喜的。这搭是真贫穷的乡村嘛，对吧？以前拢嘛是迄囡仔凊彩生生咧，嘛徛咧迄产妇嘛爬起来裤仔底咧洗衫咧，照讲迄是影响足严重咧。这出纪录片讲1968年，美国有提供牛奶粉，互偏乡有新的人甲囡仔研究因健康变化的往事。导演开5档的时间，问下找当初伫工作站内底做工课的人，甚至搁去到美国找资料。导演表示，希望透过纪录片，互大家会当去关心伫咱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毋是有啥物历史等咧豆豆啊消息。是利用这边李建成导演翕这片再会啦白宫，互老师看，互囡仔看，因对这地方的历史较有了解。我感觉社区咱庄卡这个所在也有这件代志每一件代志嘛是拢同款，有人开始去关心这件代志，慢慢有一个发酵会出来。利用这个纪录片这个因素互咱的乡亲过来看50年前咱水南是做啥物款豆豆咱来找回咱水南的文化资讯再回来北京这出纪录片得到真侪国外纪录片奖项的肯定。导演表示，目前敢若会当透过一寡活动的机会来放送，会继续拍拼找资源，互这出伫台湾无记录、毋过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有机会伫电影院讲互大家知。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2001年，台湾成立头一个女子棒球队木棉花，到达已经20年啊。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就拍一部纪录片，记录木棉花球队甲女子棒球发展的故事。女性拍棒球，即阵已经成做史上的画面。不过30年前，女性敢若会当伫电视机头前看人比赛。2001年，台湾头一个女子棒球队木棉花成立，开启女子棒球发展的路。即阵也透过纪录片讲出女子棒球的故事。5、6、7、8。就是我们通常是在讲一个人物的故事，但是这部片子它完全不一样的是，我们是在讲一个事件的故事。所以你在片中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像女孩子，她从来一开始她是不知道自己可以打棒球，到她终于可以打棒球，然后甚至有了梦想这件事情。木棉花球队成立了后，台湾北中南开始串联办比赛，互介意棒球的女性有拍球的机会。台湾拢还没有女子的比赛，咱会使家己来办。第一位台北的迄个先锋就开始，讲我们来做一个比赛，台北办了，高雄港无阮也会办，台中阮也会办，后来的比赛就有较愈来愈多。台湾女子棒球运动推广协会表示，这20年来，女子棒球行过奇事之期，即阵自信快乐运动，未来会继续推广，和女子棒球开枝散叶。记者杨淑静、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到13度，中部地区12度到17度，
南部地区13度到21度，东部地区12度到18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比，晚安，再会。